覺得即係唔可以停止投資嘅，唔係話即係後生投資，到即係退休或者年長，你都要去做一個即係精明嘅投資者咯。咁最緊要就係揾到專家去幫手，正確嘅理財嘅態度，唔需要話日日都要睇住嘅。你最重要就係揾到一個好好嘅平台，好好嘅專家去幫你去做。佣金係其中一個好即係傳統嘅安排啦。投資產品、基金或者你買保單，都係用呢個咁嘅機制㗎啦。明碼實價，就唔會喺背後你賺到錢，或者我幫你 sell 咗隻產品，我就賺咗你啲 commission。咁所以嗰度就係有個 conflict。Endowus 咧係一個好好嘅合作伙伴。安拓同 Endowus 嘅理念咧好相似，都係 no conflict， 提供到俾客戶一個安心咧，就係因為佢有專人幫人睇住，係全心全意係為咗個客戶嘅目標去提供意見，或者幫佢提供一個基金嘅組合，由普通嘅客戶對專業嘅投資者咧，可以用到咁嘅服務，亦都係希望可以將我自己學到嘅經驗去傳承俾後生嘅朋友，佢哋亦都希望可以繼續去傳承俾即係佢哋嘅下一代咯。Good wealth 就有 good health。Endowus 治安投